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睇片之前呢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啊！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香港新聞頻道奇案追蹤。今日我哋繼續深入呢宗震撼台灣司法界嘅家族性侵案件。案發已經超過10年，判決過程2度大翻盤，最終靠科學鐵證同對受害人心理嘅深刻理解，先至還佢一個公道。呢個故事表面係親戚間嘅信任崩壞，實際上揭露咗權力不對等關係下人類行為最複雜、最難以預測嘅一面。受害人慧慧長期喺阿強家族做幫傭，平日細心照顧細路同家務，家族上下都好倚重佢。佢亦將呢份工作視為穩定生計同情感依靠。點知一個平凡下午，一切都變咗樣。2015年1月11日下午，慧慧本來只係送嘢去隔籬屋企，見到阿強家門冇關，佢個仔獨自喺廳睇電視。阿強突然出現，笑容滿面，邀請佢入屋取嘢。慧慧冇多想，跟住入咗主臥更衣室。瞬間，阿強露出真面目，利用身材同力氣優勢將佢壓制住，無視佢嘅叫罵同激烈掙扎，直接完成侵犯行為，更將精液噴灑到佢面部同嘴邊。慧慧當時心跳加速，腦袋一片空白，慌忙捉起旁邊衛生紙擦拭，衝入廁所沖洗面容，試圖壓抑恐慌同噁心感。佢腦海閃過多年家族情誼、自己經濟依賴，同埋一旦曝光可能導致兩家關係徹底破裂嘅後果。呢一刻，佢選擇咗沉默同隱忍。唔單止係害怕，更是出於一種求生本能。大腦喺極端壓力下，會優先選擇保存眼前嘅穩定，避免更大災難。當日佢強忍身心劇痛，繼續完成剩餘家務，直到第2日，丈夫打電話，聽出佢聲線異常，情緒低落，不斷追問之下，慧慧先至崩潰，將一切講出。隨即報警，並交出嗰團擦拭用嘅衛生紙。警方即時送檢，法醫鑑識報告顯示，衛生紙同時驗出阿強嘅精液成分同慧慧嘅唾液，完美對應擦拭過程。慧慧當時着住嘅內褲褲底亦檢出阿強嘅遺傳物質。由於佢同丈夫長期分居兩地，案發後又冇清洗衣物，呢個證據直接排除其他可能來源。阿強從頭到尾堅決否認，聲稱當日只係短暫接觸，因為之前有金錢小爭執，慧慧心生不滿，故意用佢用過嘅衛生紙、擦臉同塗內褲栽贓。呢種說法一開始聽落似乎有理。尤其二審法官留意到慧慧事後表現相對冷靜，下身又冇額外精液證據，於是改判無罪。當時社會上唔少聲音質疑，點解受害人唔即時大喊大叫，點解繼續留低工作？呢啲疑問其實源自長期存在嘅社會刻板印象，以為真正受害者必須即時情緒失控，必須劇烈反抗，必須符合某種標準受害者形象。高等法院更二審法官重新全面審視所有證據同專業意見，先至撥開層層迷霧。衛生紙團同內褲嘅 DNA 比對係無可推翻嘅科學事實。法官同時參考心理專家評估，慧慧已經被診斷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。多年後喺法庭陳述，佢仍然全身發抖、耳鳴不止，甚至掩耳拒絕聽辯方發言。呢啲生理反應證明創傷早已深植神經系統。法官明確指出，受害者冇所謂統一反應模式，隱忍繼續工作，正正係出於維護家族和諧同經濟穩定嘅心理拉扯，絕對唔能用嚟作為加害人脫罪嘅借口。若非真實發生，冇人會自願編造如此不堪入目嘅細節嚟毀壞自己嘅生計同人際網絡。從心理角度深入剖析呢類案件中，加害人往往喺熟悉環境下產生強烈控制欲同優越感，以為對方出於依賴同親情會自動選擇沉默。
呢種心態源自人類喺權力優勢位置容易出現嘅失衡，表面維持和氣，內裏卻將他人當成滿足個人慾望嘅對象。相反，受害人嘅凍結同延遲揭露係大腦保護機制嘅自然反應。研究顯示，喺親近或依賴關係中遭受侵犯嘅人，超過70%會出現類似猶豫。因為揭露等於同時失去情感支持同經濟來源。維維嘅 PTSD 症狀包括閃回、過度警覺、迴避相關觸發物，正係長期創傷嘅典型後遺。佢喺法庭上嘅情緒波動，唔單止證明事件真實，更提醒司法系統要以更細膩嘅方式理解受害者內心世界，而非單靠外在行為判斷。呢種案件審理超過8年，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減刑規定，最終高等法院撤銷無罪，改判阿強有期徒刑2年6個月，並已定衾。呢個結果唔單止為維維帶來遲來正義，更為台灣性侵害案件樹立重要先例。早年類似案件，因為科學證據不足或法官對受害者行為嘅刻板認知，往往導致冤屈。隨住法醫技術進步同埋社會對性侵害防治法嘅持續完善，法院開始強調冇理想受害人原則，以科學事實同專業心理評估為核心判斷，而非主觀印象。台灣近年性侵害通報數字每年超過9000宗，平均每日逾25人求助。當中唔少涉及職場、家庭或者親屬圈，受害人多因經濟壓力、羞恥感或者恐懼報復而長期隱忍。呢個現象反映咗人性中一種普遍矛盾，渴望親密同安全，卻容易喺信任被背叛時陷入孤立。加害人嘅持續否認同推卸，往往源自內心拒絕面對自己喺優勢下嘅衝動選擇。呢種自我欺騙不單止延長受害人痛苦，更讓加害人長期活喺謊言同內疚恐懼中。維維嘅經歷同時展現人類驚人韌性，佢喺最黑暗時刻仍然選擇保護身邊人，忍痛維持日常生活，直至有足夠支持先勇敢站出。呢種隱忍唔係懦弱，而係深層生存智慧。事後佢接受專業輔導，逐步重建生活，證明創傷雖然難以完全抹去，但透過科學證據、司法堅持同社會支持，受害人可以重新找返力量。呢類案件亦提醒所有家庭同職場，信任必須建立喺互相尊重同清晰界線之上。任何權力不對等都可能隱藏危機。喺更廣闊視野，呢種案件推動社會反思幫傭群體權益。無論本地或外籍幫傭，都經常處於相對孤立環境，依賴僱主提供食宿同收入。一旦發生糾紛，求助渠道往往有限。台灣近年加強性侵害防治教育，同埋鼓勵企業同家庭建立舉報機制，正係回應呢類隱藏風險。同時 DNA 鑑識技術嘅廣泛應用已成為破案關鍵，讓好多陳年舊案重見天日。從衛生紙團到內褲微量證據，每一項發現都係對真相終會浮現嘅最好證明。心理專家指出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唔單止影響情緒同睡眠，更會延伸到人際關係同工作能力。維維多年後仍然出現生理反應，正係大腦將事件銘記為生存威脅嘅結果。治療上，認知行為療法、眼動減敏再處理同團體支持都證明有效幫助幸存者重塑敘事，將我係受害者轉化為我係幸存者。呢個過程需要家人、朋友同專業人士耐心陪伴，而唔係急於要求忘記過去。呢種案件亦凸顯司法自我修正嘅成熟。二審無罪雖然一度令人失望，但更二審翻盤，證明上級法院願意以全新視角檢視證據，避免刻板誤判。呢種進步相比早年好多案件因證據不足或社會壓力而不了了之，
今日審理更注重被害人權益保護，避免二次傷害。法庭唔公開審理，心理輔導先行等措施都係明顯進步。從人性層面，呢類背叛多發生喺最親近圈子，因為加害人誤以為自己人會互相包庇。呢種錯誤認知源自對後果低估同對他人忍耐力高估。相反，受害人最終勇敢揭露，證明即使最深信任被打破，人類仍然有追求正義嘅本能。維維嘅選擇唔單止為自己討公道，更為無數沉默受害人開路。回顧整個過程，從案發隱忍、報警取證、一審有罪、二審逆轉，更二審定讞，每一步都充滿煎熬同拉鋸。阿強嘅持續否認，雖然延長審理，但最終喺科學面前無處可逃。呢個結果提醒所有人，謊言或許暫時掩蓋真相，但鐵證同時間會帶來最公正審判。呢宗案件亦帶出更深社會議題。喺現代家庭結構中，幫傭角色往往承擔情感同勞務雙重責任，卻容易成為權力失衡犧牲品。政府同民間團體近年推出更多保護措施，包括勞動權益培訓同緊急庇護，正係回應呢類需求。同時，學校同社區教育強調界線意識同求助渠道，讓下一代從小建立健康關係觀。心理分析顯示，加害人犯案後嘅否認機制常伴隨認知失調，一方面知道行為錯誤，另一方面用各種理由合理化自己。呢種內心衝突若無及時介入，可能導致重複行為。相反，受害人透過專業介入，可以逐步拆解自責，重建自我價值。維維喺 PTSD 診斷後接受治療，逐步恢復日常生活，正係最好例證。總結嚟講，呢宗歷時10年嘅奇案，唔單止係法律勝利，更係人性光輝、科學力量同社會進步嘅結合。佢讓我哋睇到，即使最親近關係都可能隱藏危機，但只要堅持真相、尊重科學、理解心理，正義終會到來。希望透過呢個故事，大家喺日常多一分警惕，多一分同理，共同構築更安全嘅環境。香港新聞頻道奇案追蹤，為你帶嚟唔同年代嘅奇案。從呢宗案件，我哋學到無論時間拉得幾長，科學證據同對受害者心理嘅真誠理解，永遠係伸張正義最可靠嘅基石。亦提醒每一個人，信任必須建立喺互相尊重之上。任何權力優勢都唔應該成為傷害他人嘅藉口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精彩奇案。拜拜。嗱，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，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，有其他唔同嘅題材，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，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係咁先，拜拜。